今日嚟講下世界盃嘅百年故仔。各位朋友呢，最近攞起手機呢，碌到嘅全部都係世界盃嘅嘢㗎啦。大家睇波就睇得多啦，絕殺啊、爆冷啊、球星大亂鬥，日日睇到呢，熱血沸騰嘅。但係我問大家一句呢，你又知唔知世界盃以前係好兒戲、好搞笑，甚至呢兒戲到離鳩晒譜嘅？今日唔講戰術，唔分析輸贏，就同大家講下世界盃嘅百年搞笑發家史。保證你聽完呢，覺得而家嘅世界盃呢真係高級好多嘅。首先講個最基本嘅問題：世界盃點解會出世？早喺100年呢，足球已經好流行㗎啦。但係嗰陣時呢，國際大賽就得奧運會先有得踢嘅啫。但係奧運會呢，有個好死板嘅規矩，只俾一啲業餘嘅球員踢，即係我同你都夠格啊，梅西啊、C 羅啊就冇機會啦。簡單講，靠踢波揾食嗰班職業球員，全部唔俾參賽，等於最勁嘅人呢就唔俾上去啦。當時有個大佬就係國際足聯主席雷美特，佢睇到咧呢個情況啦，即刻就反台啊，唔玩啦啊！我哋自己開波。咁啊，1928年呢，佢就正式拍板創立咗咧就全新嘅賽事。咁啊4年嚟一屆，淨係咧俾全世界最頂級嘅職業球隊踢嘅。就係咁樣，世界盃啊正式誕生。講真一句，世界盃一開始咧根本就唔係全球嘅盛事，純粹咧就一班球迷唔憤氣啊，自己組局搞出嚟嘅。時間去到1930年，第一屆世界盃舉辦地就喺呼拉圭。你以為第一屆好隆重？錯啦，離譜到你笑出聲嘅。首先呢，全世界得13支球隊參加，而且最尷尬嘅係咧，歐洲全部強隊咧就唔嚟。點解呢？嗰陣時就冇長途飛機，跨大西洋咧就係得爬艇仔嘅啫。一嚟一去咧10幾日，又貴又攰。啲球隊話啊唔去啊，冇人啊。最後歐洲咧淨係得4隊勉強撐場，成個比賽咧幾乎成為咗南美倫理聯誼賽，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所講嘅村賽一樣啊！仲有更搞笑嘅係咧，第一屆世界盃冇預選賽嘅，完全咧係主辦方逐個打電話啊，喂，你嚟唔嚟踢波啊？咁你話嚟就踢，你話唔嚟嘅就算，求其到咧離鳩晒譜嘅。最經典名場面就係第一屆決賽，阿根廷對烏拉圭，兩隊爭執用邊個波去踢，大家唔讓大家，裁判呢最後就靠掟銀仔嚟定嘅。上半場就用阿根廷個波，下半場就用烏拉圭嘅波。結果阿根廷呢上半場就領先，一盤波呢即刻腳感啊全部冇晒，啊直接輸埋波添。真係輸波呢又輸到幾風水學嘅。最後烏拉圭咧就攞咗首屆嘅冠軍，世界盃咧就咁雞手鴨腳咁咧咁開張啦。之後去到1934年、1938年兩屆繼續舉辦，終於咧有咗預選賽啦。歐洲球隊咧就慢慢入局，仲出現咗好多古靈精怪嘅名場面嘅。有巴西隊嘅球員咧隻腳就直接攝喺泥地裏邊，乾脆直接赤腳咁踢，啊仲入埋波得分添。成個世界盃咧係史上獨一無二嘅赤腳俠嚟嘅。本來世界盃咧啱啱起步嗰時咧就越辦越好，結果咧二戰就即刻殺到。1942年、1946年兩屆咧就直接停辦嘅，足足咧就停咗8年。呢度咧有個超級傳奇又搞笑嘅故仔。世界盃最高榮譽雷米特杯，當時大家咧就驚被轉聯咧就搶咗啊毀咗嘅，官方咧就唔敢放喺展館，直接咧就塞喺床下底嘅鞋盒嗰度嘅，冇保鏢就冇夾萬，一個鞋盒就抱住咗世界盃國寶啦。而家諗翻起嚟咧，都真係覺得離鳩晒譜嘅。二戰結束，1950年世界盃咧就喺巴西重啟，世界盃正式進入咗又熱血又搞笑又多翻車嘅黃金時代啦。呢一屆最出名嘅咧就係馬拉納慘案啦。巴西主場10幾萬球迷咧就坐滿全場嘅，所有人都覺得啊穩贏啦今次嘅冠軍。結果咧最後一場就爆冷，輸俾咗烏拉圭，
全場10幾萬球迷咧就瞬間食咗死老鼠咁，謝鳩晒，場面咧就超級震撼。之後咧，歷屆嘅世界盃其他名場面咧就越嚟越多啦。咁啊，去到1958年瑞典世界盃，17歲嘅貝利咧就橫空出世嘅，僆仔一個踢到咧，全場啲大佬都話冇得頂啊咁樣，直接就攞埋冠軍，咁啊開始咗球王嘅傳奇啦。仲有球員單屆咧就入13球嘅，呢一個紀錄咧到而家都未破到。去到1970年墨西哥世界盃，史上第一屆彩色直播世界盃啊！從此咧足球啊真正都走入咗千家萬戶，全球爆紅啦。巴西3度奪冠，直接永遠咁啊攞走咗初代嘅雷米特杯，之後就換成咗而家我哋熟悉嘅大力神杯啦。一路咧就用到今日嘅。講到世界盃最經典、最無賴又搞笑又沙塵嘅名場面，一定係講下1986年嘅馬勒當奴嘅上帝之手啊！大家應該都聽過咧，馬勒當奴咧就直接攞手咧就鋤樽入門嘅，以為喺度打緊籃球添。裁判咧就睇唔到，就判咗有效入波嘅。咁啊賽後咧啲記者就追問佢啦，咁你係咪用手啊入樽啊入波啊咁嘅樣？咁啊佢就好沙塵啊，好鬼馬咁講啦嚇。呢個波咧一半咧就係上帝之手，一半咧就靠我個腦嘅咁樣。真係咧又沙塵又囂張又經典又串啦。呢個場面咧就流傳咗幾十年咧，到今日咧都好多球迷喺度講緊嘅。再往後世界盃咧就一路升級，一路擴容，由最初咧13隊，再到16隊，再到24隊，再到32隊，足足咧30年32隊經典賽制嘅。呢幾十年嚟咧，世界盃永遠係唔缺爆冷啦、翻車啦、戲精啦、烏龍嘅。強隊係輕敵翻車，弱隊係黑馬逆襲。球員咧嗰啲咁嘅演技咧誇張過奧斯卡嘅，有啲輕穩過頭咧，一腳踢埋龍門嗰度咧，個波玩彈就食咗埋喺自己塊面度嘅。有啲烏龍球咧離譜到咧講解員都唔柒知點講嘅。正正因為唔穩定啊，有意外啊，有笑點，有熱血，先至令世界盃咧就4年一次，次次咧都係爆鑊嘅。嚟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，今屆咧又係史詩級咁更新嘅，第一次48隊大抗軍，第一次3個國家一齊主辦，規模咧就史上最大，同時咧亦都係大家所講嘅國神黃溫啦，即係梅西、C 羅啊，大概率咧就最後一屆世界盃，一邊咧就係老將告別，一邊咧就新人殺出，一邊咧就強強對決，一邊咧隨時翻車爆冷嘅。咁啊熱血、感動、搞笑、意外，全部咧就集齊。講到呢一度咧，世界盃嘅100年歷史咧，從來咧都唔係一路光鮮嘅。由最初咧又冇人理規矩又亂，場地又簡陋，到而家咧全球幾十億人瘋狂追劇啊，即係好似睇緊電視劇一樣添。咁啊由一個小眾業餘嘅聯賽變成咗咧全球咧就第一體育盛事嘅。佢見過轉亂啦，見過低谷又見過咧無數嘅爆笑啊、翻車啊，亦見證咗無數嘅傳奇誕生嘅。世界盃最正嘅地方就係咧冇永遠嘅贏家，亦都冇永遠嘅輸家，有熱血、有遺憾、有搞笑、有青春。無論你係睇波睇咗幾十年嘅老球迷，定係咧就啱啱湊個熱鬧嘅新手啦，你都可以咧喺世界盃入邊咧揾到屬於自己嘅快樂嘅。好啦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傾完世界盃嘅100年搞笑故仔啦。講真啦，你嘅印象最深刻嘅世界盃名場面又係邊一個呢？你最中意嘅球星又係邊一位呢？喂，今屆你又撐邊一隊啊？評論區傾下，話俾我知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